来看美国加州竟然有民众假做嫌去迫害轿车，目的是为着要领这保险的理赔金。嫌犯用这部呢犯案3届，摕到大概是大票400万左右的赔偿。这保险公司感觉真奇怪，就去报案。调查人员也证实讲，这迫害轿车的嫌竟然是人去装的。拜师也依早起做，把这4个嫌犯抓起来。这只乌熊12号发现伫粪扫集中箱找食物，所来到一颗溜溜伫街路大扫。这款的情形伫加州并无罕见。不过保险公司对以下这段影片刷起交疑，画面当中一只熊对这只价值数十万美金的劳斯莱斯副驾驶座撞入去车内，爬到后座咧佚佗，伫名车内底座椅顶所在留下各种的撩痕。车主提出相片甲监视器的影像，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感觉有古怪，请求加州保险部介入调查，认定这只熊是人假扮的。更加离经的是，保险部进一步调查发现，伫洛杉矶高区的同一地点，有其他2只变速的车也互乌熊侵入，佮向无共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为着确认这3件事件拢是共一只假熊所做的，当局请来加州鱼类甲野生动物部的生物学家帮忙鉴定，另外佮真正伫嫌犯厝内找到一丝熊的服装，总共互诈领的保险金超过大票420万，性命牵连到保险诈欺甲强庙的嫌犯，已经伫拜3互抓到。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